最近台北市有通报2件重大的儿少案件，亲像拢是失联移工的囡仔。劳动部长柯明春早起伫立法院指出讲，只有一个是哦。有立委是真烦恼讲，现在制度移工有心，可能就会无头路，放送回国，所以因拢会落跑。劳动部是表示讲，会来制定移工有薪权益保障的指引，来保障移工甲头家的权益。 最近一个查甫阿爷死亡，一个查甫囡仔带院观察。台北市通报2件重大离校案件，传出甲失联移工有关系。或者劳动部长柯明春表示，一个是外籍学生的囡仔，然后一个是失联移工的囡仔。针对问题，行政院一定召开跨部会协商，劳动部才来制定相关指引。目前发展署也在研定就是移工怀孕的权益保障指引。 好，那这个部分就是要来提升我们移工怀孕前后的一些协助啊。劳动部长柯明春来到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专题报告，伊表示，最近20年来失联移工大约3500多人，黑户宝宝达到18000人左右。但国民党立委陈金辉指出，去年上半年，达5个领到生育补助的有薪的移工，就4个人离境。有薪了后，防停止契约的几率伤过悬，莫怪有薪的移工甘愿失联，继续留落来赚钱。对怀孕的移工而言他真的是只有2个很不幸的选择，不是回去，不然就是变成我们社会安全网接不住的小孩。毛立委要求应该有专职的单位来处理这个部分，就是要有个专责单位，日常性的处理。 而不是像你们这样，你们是用临时召集的一个专案的方式来面对，这个解决不了问题。劳动部表示，去年因为有薪来停止契约，等于因国家的移工大约是2000人左右，免怎确保黑户宝宝的权益。目前由卫福部来组织，各部会分工执行。记者林俊明、曾志成台北报道。